确诊案例哈，我们大概有10例的确诊案例。那其中有1例是本土的案例。好，那这本土案例是原来从365、343，好，那在356、343，然后365间的案例是365是他们的孙子那其他9例都是境外移入。所以为了加强防疫的量能我们特别要求第二开始要做所谓弹性上班跟异地上班的规划。然后第二个在这段时间有外出旅游到人潮拥挤者第一个我们请要自主健康管理。那第一个我们要戴口罩，第二个我们禁止不必要的外出。然后第3个我们要保持严格的保持我们的社交距离。那有症状者，我们希望他不可以上班、上学。相关有这样旅游史，那有症状的时候，先不要上班、上学，就医。